弟兄姊妹平安，我哋感恩俾我哋主日嘅時候咧，我哋再一次可以安靜喺天父嘅面前去到敬拜，讓我哋心嚟到去到天父面前嘅時候，我哋將我哋心裏邊嗰啲纏繞我哋嘅諗法、嗰啲嘅煩惱，甚至係將我哋仍然喺我哋生命中間有嗰啲罪嘅問題，我哋去到天父面前去求佢幫助我哋，將佢一一嘅放低，讓我哋一齊去到天父面前做個禱告。因主多謝你俾我哋有呢一段嘅時間，我哋將我哋嘅心去交託，或者我哋呢刻，或者我哋呢個禮拜有好多嘅事纏繞住我哋，亦都有好多嘅責任喺我哋嘅肩膊上面嗰度，甚至係我哋心裏邊咧，因為我哋不經意，甚至我哋刻意將一啲嘅罪已經停留咗喺我哋生命中間嘅時候，求求你按住你嘅恩典，你藉住聖靈喺我哋內心裏邊去到幫助我哋，去到當我哋願意去到喺你面前願意去到交託嘅時候，你俾我哋經歷輕省嘅擔子。當我哋願意喺你面前去到承認我哋自己嘅罪嘅時候，就經歷你嘅赦免，讓我哋能夠心能夠唔帶住好多嘅一啲嘅纏累，讓我哋能夠嘅心思意念能夠完全嘅去聚焦集中喺你嘅身上嘅時候，以至我哋能夠可以充分嘅去得着你要賜俾我哋嘅恩典，以至我哋生命中間裏邊能夠承載你要賜俾我哋嘅祝福。多謝你俾我哋有呢一段嘅時間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我哋今日睇下經文喺撒母耳記上嘅29章，非利士人將他們的軍旅聚到亞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營。非利士人的首領各率軍隊，或百或千，挨次前進。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同着亞吉跟在後邊。非利士人的首領說：這希伯來人在這裏做什麼呢？亞吉對他們說：這不是以色列王掃羅的臣子大衛嗎？他在我這裏有些年日了，自從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見他有過錯。非利士人的首領向亞吉發怒，對他說：你叫這人回到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們出戰，恐怕他在陣上反為我們的敵人。他用什麼與他主人復和呢？豈不是用我們這些人的首級嗎？從前以色列的婦女跳舞唱和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所說的不是這個大衛嗎？亞吉叫大衛來，對他說：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隨我在軍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從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見你有什麼過失，只是眾首領不喜悅你。現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領不喜歡你。大衛對亞吉說：我做了什麼呢？自從僕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麼過錯，使我不去攻擊主我王的仇敵呢？亞吉說：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領說：這人不可同我們出戰，故此你和跟隨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僕人，要明日早晨起來，等到天亮回去吧。於是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早晨起來，回到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弟兄姊妹，我哋今日睇嘅呢段嘅經文裏邊，充滿住一個相當艱難嘅處境，擺喺大衛嘅面前，係一個應唔應該佢成為一個嘅背棄自己嘅民族？即係如果大衛參戰嘅時候，就等於佢嘅敵人就係以色列人，咁佢將來仲點可能成為呢一個嘅以色列嘅王呢？但係如果佢唔出戰，又好似對於喺呢段時間裏邊，佢作出咗留喺非利士地呢個決定嘅亞吉王嚟講，係一個嘅唔忠誠嘅表現。咁所以大衛正正喺呢一個處境裏邊，大衛佢似乎就係亦都經過咗多年嘅呢一個被掃羅嘅追殺，
已經定義要企喺呢個非利士人企喺呢個亞吉嘅身邊裏邊，去到對付翻呢一個嘅掃羅。所以呢段咁艱難嘅處境，係一個充滿張力嘅一個咁樣嘅狀況裏邊嗰度，就好似我哋喺生活中間裏邊受住各種不同嘅試探，我哋究竟可以點樣做咧？特別受試探嘅時候，我哋點樣先至可以經歷神為我哋去預備嘅出路，甚至我哋經歷神係用一啲好奇妙嘅方法去拯救。所以今日睇嘅題目《撒母耳記上》嘅29章，受試探中嘅神出路，當神用人嘅惡意嚟到施人拯救，就係呢一章嘅聖經裏邊，我哋要去聚焦嘅題目。而且我哋可以喺生活中間面對各種唔同嘅考驗，特別係試探中間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睇得見一條合神心意、走得到落去嘅嗰一條合適嘅道路？第一節嗰度咁樣講到，非利士人將他們的軍旅聚到亞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嘅泉旁安營。喺呢度我哋知道就係掃羅已經即係雖然佢喺之前我哋睇到經文就係唔知道打唔打可唔可以打贏呢一個嘅非利士人，但係好明顯就係神已經離開咗佢，要將佢去交喺呢一個嘅非利士人手中嚟到施行審判。但係無論點樣，掃羅仍然去到呢個耶斯列呢個地方，準備同非利士人去到打仗。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嘅第一點，關於即係試探嘅代價，特別係喺呢一個嘅經文裏邊，特別睇到大衛因為佢選擇要去逃避呢一個嘅掃羅嘅追殺，所以佢選擇喺以色列嘅敵人非利士人中間裏邊去到尋求呢一個嘅生存嘅呢一個嘅空間，而呢一個嘅選擇都導致到佢後嚟要喺亞吉王面前得到佢嘅信任，就殺咗一啲同以色列人係無關重要，即係唔係以色列人嘅其他嘅民族，亦都包括呢個亞瑪力人、以色列人嘅仇敵。但係佢將佢偽裝成為好似就係殺咗呢一個嘅以色列人咁樣，喺亞吉王面前嘅邀功，獲得佢嘅信任。所以正正就係呢一啲一而再而三嘅選擇妥協信仰，選擇冇去等待神嘅方法，結果就用自己嘅方式想去解決問題，就落入呢一啲一連串嘅試探嘅光景，用謊言嚟到去包裝，結果大衛付出沉重嘅代價。大衛被逼到要去參與呢一場嘅戰役，去到對戰自己嘅民族以色列人。所以當我哋繼續不斷去妥協嘅時候咧，我哋要付出試探嘅代價，而個代價往往去到一個嘅時候，就會將我哋擺喺一個已經再冇路行嘅絕境入邊嗰度，就好似大衛呢度面對呢一個嘅處境。然後第二、第三節，非利士人嘅首領各率其百夫長、千夫長一一走過，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同着亞吉跟在後邊。非利士嘅首領說：這些希伯來人是做什麼的呢？亞吉對他們說：這不是以色列王掃羅的臣子大衛嗎？他在我這裏已經有些年日了，從他投降直到今日，我未曾見他有過錯。呢度俾我哋睇到嘅第二個好深刻嘅功課就係試探帶嚟嘅絕境，令到大衛失去咗一個立場，亦都進入一個好強大、好可怕嘅身份嘅危機嗰度。當大衛選擇妥協，當大衛選擇用自己嘅方法去到留喺非利士地，喺亞吉王面前去尋求一個嘅容身嘅空間嘅時候咧，呢一個嘅妥協將大衛放喺一個試探嘅絕境嗰度，令大衛失去咗既作為呢一個以色列人嗰個應有嘅立場，亦都如果繼續咁樣走落去嘅時候，都失去咗可以成為以色列人王嘅呢一個身份。所以呢一度，當我哋好似大衛咁樣一而再、再而三選擇用退嘅方法去面對嗰啲好困難嘅處境嘅時候，我哋將自己擺入一個試探嘅絕境嗰度，
結果會令到我哋失去咗立場、失去身份，以致我哋後嚟往往會承擔更可怕嘅後果。我哋可以想象一下，當大衛如果佢真係跟住呢個亞基王去咁樣打仗嘅時候，係咪就能夠即係會即時面對嘅係咩咧？就係佢嘅本族本家，佢嘅呢一個同一個嘅民族以色列人就會將大衛去認定成為呢個民族嘅敵人，成為呢一個嘅即係呢個串通外敵嚟到去侵害自己民族嘅一個嘅民族嘅大仇人。佢點可能再可以作王？所以如果咁樣落去嘅時候，大衛既失去呢一個嘅作為以色列人身份，更加唔會再可能成為呢一個嘅以色列人嘅王。所以呢個試探嘅絕境，即係如果大衛一而再、再而三咁樣走落去，就令佢失去成個嘅立場同埋身份，陷入一個好巨大嘅人生嘅一個 identity crisis 入邊嗰度。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想象一下，係咪咁樣做？如果大衛真係跟住亞吉打仗，即係除咗頭先我講嗰啲嘅代價之外，就冇其他危機。喺呢度我哋睇到嘅嗰班非利士人嘅首領，其實一路對於大衛同埋佢嘅跟隨佢嘅人喺自己嘅境地，一路都係耿耿於懷，一路都耿耿於懷。頭先我哋睇到嘅就係，甚至喺呢一個嘅同呢一個亞吉嘅對話裏邊咧，話大衛殺死千千，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好清楚知道呢一個嘅即係傷痕啊！即係大衛的而且確喺過去裏邊係殺咗好多非利士人，去到解除呢一個以色列人嘅嗰個民族呢一個國家嘅危機啊！所以喺非利士人角度嚟講，絕對係會認為大衛就係嗰個成為自己民族威脅嘅呢一個嘅存在。所以就算大衛佢選擇喺呢一個嘅時刻裏邊去陪住亞吉去出戰，打完之後係咪就會令到大衛繼續喺以色列走容身之所咧？相當嘅困難。所以呢一度往往即係當我哋選擇妥協咗信仰，就會落入一個嘅試探嘅絕境，甚至失去咗立場同埋身份，特別係失去咗可以繼續走到落去嘅立場同埋身份。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小心。然後去到第四到第五節，非利士嘅首領就向亞吉發怒，對他說：你叫這人回所安置佢嘅地方，唔可以叫佢同我哋出戰，怕佢喺敵上喺呢個嘅戰場上面成為我哋嘅敵人，用佢哋成為同呢一個掃羅復和嘅呢一個嘅籌碼，將我哋殺死。即係然後佢將佢哋心底裏邊最深嘅嗰個嘅擔心，一路嗰個嘅耿耿於懷嘅事講出嚟。從前以色列嘅婦女跳舞唱和說大衛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講嘅唔係就係呢一個大衛嗎？所以呢一度我哋發現試探仲會帶嚟啲乜嘢好大嘅可怕嘅情況，帶嚟就係大衛正正面對嗰個身份嘅危機。但係喺呢一個咁樣嘅好可怕嘅咁大嘅危機裏邊咧，你發覺係成為一個意外嘅好吊詭嘅一個轉機啊！點解咁講？就係如果大衛都決定去跟住亞吉去到同呢一個掃羅去到對戰㗎啦。咁但係呢個敵意嚟自以色列呢一個嘅非利士人嘅敵意帶嚟嘅係乜嘢？係一個能夠可以扭轉，能夠可以有挽回嘅一個咁樣嘅轉機，所以相當嘅吊詭。原來喺大衛呢一個咁艱難嘅決定上邊，上帝仍然係有佢自己嗰種嘅意外嘅恩典。當上帝定義要去到立大衛去為王嘅時候，佢用奇妙嘅方法，藉住呢班以色列首領嘅敵意，去將以外嘅恩典去臨喺呢一個嘅大衛嘅身上，以致帶嚟嘅係佢唔需要成為呢個嘅民族嘅大敵，亦都唔需要去，亦都唔會失去將來作王嘅呢一個嘅正當性。所以你發覺喺呢一度，當我哋受試探嘅時候，上帝往往喺我哋已經盡咗力啦，我哋喺人性嘅軟弱入邊中間裏邊，我哋妥協已經想有機會會繼續犯錯落去嘅時候，往往上帝會為我哋開一個好特別嘅轉機俾我哋。呢個係喺呢度俾我哋睇見上帝好奇妙嘅作為。然後第6到第10節，亞吉叫大衛來對他說：
我指着永生嘅耶和華起誓，你係正直人，你隨我在軍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從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見你有過什麼過錯，只是眾首領不喜悅你。現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嘅首領不喜歡你。大衛對亞吉說：我做了什麼呢？自從我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僕人有什麼過錯，使我不能去攻擊我主我王的仇敵呢？但係亞吉回答大衛說：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嘅首領說：這人不可同我們出戰，故此你和跟你來的主人的僕人，明日早晨要起來，等到天亮回去吧。喺呢，我睇到嘅其實大衛真係立心去到同呢一個掃羅去到進行呢一個嘅戰鬥，而且係企喺呢個非利士人嘅一邊。喺呢一度正正就係亞吉就將嗰班首領嗰種嘅對大衛嗰種嘅心結，同埋對大衛嗰個嘅防範，同埋嗰種嘅拒絕，即係作為王都唔可以完全去到否定呢一切。咁所以喺呢一度咧，亞吉就作出決定，讓大衛第二日就翻去即係非利士地，佢暫時同佢嗰班嘅跟從佢嘅人嗰啲眷屬所即係留低嘅喺嗰度居住嘅地方嗰度。呢度俾我哋睇到嘅係乜嘢咧？就係你發覺當時嘅非利士首領心裏邊其實帶咗一種嘅惡意去對待大衛，係富有好強嘅敵意。但係上帝用呢一個嘅非利士首領對大衛嗰種嘅芥蒂，對大衛嗰種嘅猜疑，對大衛嗰種嘅不信任，甚至係好強大嘅惡意同埋敵意，然後藉住亞吉去認定大衛係一個好人，結果就叫大衛離開，唔好參與呢一場嘅戰役。所以上帝係奇妙嘅，上帝甚至係可以用人嘅惡去到私人拯救，為人係預備一條好清晰嘅出路。呢度俾我哋清楚見到大衛，即係佢喺呢一度經歷嘅就係上帝喺呢一個嘅時刻裏邊，仍然對佢係不離不棄。就算當大衛佢喺呢刻裏邊可以話靈性嘅一個低點啊，可以話同上帝嘅關係係遠咗好多，但係我哋見到嘅上帝仍然去到定義，去到拯救大衛，甚至係用呢一班非利首領嘅惡意嚟到去施行拯救，為大衛預備一條好清楚行到落去嘅出路。特別我要強調，點解話係清楚嘅出路？呢個唔單止係去到幫助大衛，仍然去有呢一個嘅作王嘅正當性，仍然唔會成為民族嘅仇敵，更加就係呢一個嘅提前嘅翻去自己地方裏邊，係免去自己嘅眷屬同埋留低去守後方嘅跟隨大衛嘅人，係能夠將佢哋解救出一個好大嘅危機。所以你發覺上帝做事係好奇妙，所以我哋永遠要記得就係我哋對上帝透過大衛喺呢個經歷。我哋要永遠記得上帝對我哋嘅恩典，上帝對我哋嘅愛係不離不棄，而往往只有喺上帝嘅道路裏邊，先至唔會好似我哋自己去靠自己做各種選擇，結果一個嘅信仰妥協嘅時候，最終會迎嚟一個嘅好可怕嘅一個試探嘅絕境啊！嗰陣我哋再靠邊個咧？喺呢度我哋睇到嘅，如果唔係上帝出手嘅話，大衛已經成為民族嘅仇敵，大衛已經再冇可能成為呢一個嘅以色列嘅王，更加冇可能去到幫助到佢喺後方嗰啲屬滅佢同埋其他所有跟隨佢嘅人嘅眷屬嗰個嘅危機。呢個係我哋下一個禮拜會講嘅一個好重要嘅內容。所以呢段嘅經文咧，俾我哋睇到係乜嘢咧？大衛喺11節嗰度就翻去嗰個嘅非利士地啦。然後我哋最終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結論，就係信靠神係會為我哋開出路嘅。我哋信靠嗰位為我哋開出路嘅神，就係透過大衛喺呢段經文裏邊俾我哋好清楚見到。特別我哋有幾個好重要嘅，俾我哋翻去大做嘅原則。我哋要誠實面對我哋所面對緊嘅試探。第二，我哋要停止用自己方法去掙扎。如果大衛一意孤行繼續留喺度打仗嘅時候，唔單止係佢自己面臨好大嘅危機，佢所有嘅眷屬同埋佢所有跟隨佢嘅眷屬都擁有嘅嗰啲財產都化為烏有。
第三，同埋我哋睇到上帝關門嘅時候咧，特別嗰啲絕境嘅時候，嗰啲門用自己方法一一都關上嘅時候咧，我哋定睛仰望神嘅時候，往往我哋睇得見神係為我哋預備嗰條清晰走到落去嘅出路。而第四，話俾我哋知道，無論我哋咩嘅處境，無論我哋感覺神係咪我哋已經遠離咗佢，同佢感覺好遙遠，但係我哋永遠記得神係信實。我哋要信靠呢一位喺絕境中間仍然為我哋預備出路嘅呢一位信實嘅上帝。最尾我哋用一節嘅經文嚟到總結今日呢一段嘅信息，喺哥林多前書10章13節，你們所遇見嘅試探，無非係人所能受的。神係信實嘅，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喺新約嘅保羅，正正喺哥林多前書呢一段嘅經文，完全將呢一章嘅大衛面對試探，然後上帝開出路嘅處境，作為一個好完美嘅總結。但係我哋今日去到完咗呢個信息嘅時候，當我哋喺試探嘅處境嘅時候，我哋要記得喺嗰啲試探嘅絕境，唔係代表冇道路，喺神裏邊係有出路。縱然人生裏邊係有絕望嘅處境，但喺上帝裏邊總有希望嘅道路，令到我哋可以走到落去。我哋一齊做禱告，結束我哋今日呢一段嘅崇拜時間。因主，我哋將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今日聽到呢段信息嘅，又將你嘅說話放喺心裏邊嗰度，俾我哋喺各種嘅試探，特別當我哋睇唔到可以行到落去嘅道路嘅時候，求你就為我哋開一條能夠走到來嘅出路。於是我哋喺呢一啲咁困難嘅時刻，我哋感覺好似覺得好對唔住你，或者我哋覺得同你好遙遠，唔好俾我哋讓呢啲嘅諗法去窒礙咗我哋仍然對你嘅信靠。幫助我哋，以至我哋喺嗰啲絕望嘅處境裏邊，試探嗰啲好可怕嘅絕境裏邊，我哋能夠經歷你為我哋開到一條能夠走到落去嘅出路。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們。好，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嘅崇拜時間到呢一度，上帝祝福大家。